25款 Panamera 原裝內飾係咪始終覺得爭啲感覺？擁有一台最新嘅25款 Panamera 係個性與品味嘅象徵，但係原車內飾總係感覺太平庸。方向盤、門拉手、頂棚 ABC 柱等質感普通，略顯單調。咁樣嘅內飾點可以匹配你嘅個性格調？內飾升級 Alcantara 為你解鎖全新奢華體驗。港珠澳保時捷專業改裝團隊精準拆卸原車需要包覆嘅部位，每一針每一線都嚴格按照原車版型，用 Alcantara 精心包覆。升級完之後，瞬間提升車內檔次，原本單調嘅內飾變得細膩柔和，充滿高級感。進口頂級面料，以柔軟觸感著稱，唔單止耐磨耐污，仲自帶高級感。細緻之處盡顯奢華。